大家好，我是苏密。好，我不是故意戴墨镜的，因为我的眼睛红红，肿起来了，不好意思给大家看到。突然觉得这样唱原住民歌好像原住民界的萧煌奇，有种奇怪的 feel。其实我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如果比较熟悉我的朋友会知道，我也是图腾乐团的主唱之一。然后今天特别准备一首图腾乐团的歌，这首歌叫《起风》。
很久没唱了，图腾还没解散哦，对，还在。然后我们的鼓手很优秀，就是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马子卡乐团？他被马子卡乐团挖角，然后马子卡乐团也都是朋友啊，因为原住民的圈子很小啊，怎么讲都是亲戚，然后就认识。马子卡乐团好像10月份就要发新专辑，不过他们从7月就说要发新专辑，所以我有点不太相信他们什么时候发。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就是每年要办的图腾拖鞋趴，因为很担心会撞到他们的发片时间，所以就一再的往后延。今年不能再演了，就希望是11月就可以办拖鞋趴了。拖鞋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要听图腾乐团的话，它是一个 party， 叫拖鞋趴，对，就是要进去就要穿拖鞋的。你们今天穿鞋子吗？穿，没关系，放轻松，穿拖鞋，但是脚趾甲要剪干净，免得会吐到别人。其实我唱母语歌比较多，中文歌的作品这几年嘛比较少，然后有一首是中文跟母语歌合在一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作品，叫做《在这城市写下来》。窗边窗的外，繁荣的车水马龙，梦想怎么在？清楚的万家灯火，是年随风来，徘徊不言，只是我的释怀。该有的豪迈，梦想的勇往直前，没有了依赖。朋友的祝福埋在我眼中依赖，期待阳光再灿烂起来。繁荣的车水马龙，梦想怎么在？清楚的万家灯火，是年随风来，徘徊不言，只是我的释怀。该有的豪迈，梦想的勇往直前，没有了依赖。朋友的祝福埋在我眼中依然，期待阳光再灿烂起来。春去秋来，花谢会开，思念化作力量存在，在这城市写下来。我呀，那还要我呀，我哟还要。
哦哎呀哎呀哦。哎呀，哎呀，那哎呀，哦哎呀，哎呦，哎呀，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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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唱母语歌有好处，虽然大家不是听得很懂，但是唱母语歌的好处就是唱错歌词没人听得懂，没人会发现。我来自台东都兰，我是阿美族的。听过都兰没有？都兰国小书包，这边买得到吗？真没有，是真的有这个国小，不是开玩笑的。我是杰出校友。这个地名听起来蛮特别的。都兰用台语怎么讲？我知道不是这么好听哦。但是其实都兰这个地名也是从阿美族语，然后去音译的。用阿美族语来讲，我们那个地方叫阿都兰。我知道有没有很好听啊？阿豆的意思就是堆砌石头，就是以前的我们的祖先刚到都兰这块地的时候，因为要开垦、要种田、要盖房子，然后可是那边很多石头，把石头整理到田埂边，然后房子的旁边那个堆砌的石头叫阿豆。因为石头很多，自然而然那个堆砌的那个矮墙就很多，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称作这个地方叫阿多烂，加一个烂就会变成地名，变名称。所以我们的阿美族的地名就叫阿多烂，是这样来的。国民政府来之后，为了方便中文比较好记，他就自己取了谐音，音译过去就变都兰。都兰，他把那个多省掉了，都兰就变这样子来的。好，这样了解了哦。阿美族语的歌。那小时候都蛮不喜欢讲自己从哪里来的。我们住都兰的年轻人都一样，就是讲我们顶多讲我们从台东来，不会讲都兰，因为都兰这个地方很奇怪，我们就在太麻里隔壁。太麻里隔壁，然后过一个叫苏巴养的地方，有一个大南桥，好怪哦，遇到都兰了。这首歌好像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好像有一个原住民歌手叫陈明仁的，他曾经有开玩笑把这样的地名把它写成一首歌。我今天不会唱，不用太期待。那我相信很多跟我一样从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到外地工作的年轻人，我们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慢慢的用幽默感来调试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背景。即便我们的家乡的地名这么特别，在都兰的人反而更显得很多幽默感。那当然出去外面工作总是辛苦，因为我们那边最高学府就是都兰国中，都兰国中毕业就一定要得到外面去读书。想读书了，讲好听一点，去读书了，通常都是读到一半去工作。像我这样可以唱歌的应该没有几个。我记得我妈妈教我唱的第一首母语歌，歌词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趁着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我准备打包行李离开家，然后要去外面工作，因为
太阳在升起来，大家都还在睡觉。以前他们以前是睡大通铺的，家人都在睡觉的时候，不想让家人看到我离开家里的样子，然后要家人保重自己的身体，然后不要太想我。这首歌叫《祝福歌》，献给各位。人人把希望里有撒白，胜过期待。路还有啥都还不还有吧，把这都还有啦路啊，有啥都还不一样啊，想你看看马路。Ibu denganku di rendamu, aku di halaman, ku di rendamu. Masih wali sabar, sanggup cinta. Masih wali sabar, sanggup cinta. Luar有satu kamu, aku tak tertuhan. Yo lalu yo satu lagu indah, sehingga kamu. Ibu denganku di rendamu, aku di halaman, ku di rendamu, aku di halaman, ku di rendamu.
Hallelujah, kita.我刚刚唱的是日文哦，分得出来吗？还是我的日文有山地口音？如果你们有看过我的专辑的话，你会发觉我的这张专辑的歌词本很厚。我的专辑大部分里面都唱母语的，但是因为大家已经听不懂了，所以我们歌词就有做一些翻译的功课。当然把阿美族语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文，是基本功课的，因为在台湾发行这样。然后后来有机会去日本表演去日本表演的时间尝试也多了，就渐渐的想说把歌也都翻译成日文，然后都已经觉得走这么多国际路线了，于是又把它翻译成英文，就觉得哇好有趣哦。然后前年都去法国，所以又翻译成法文，累积久了。你看到这本歌词11首歌，它是有阿美族语、中文、日文、英文跟法文，歌词就很厚一本，很像一本3C 产品的说明书，使用说明书，然后也是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就觉得哇，阿美族语的逻辑其实跟中文已经不太一样了。然后到日文、到英文、到法文之后，每一种语言都有每一种语言的很特殊的讲法。你知道法文有分所有的东西都有分公的跟母的吗？这个好像不是很多人知道，我也觉得很神奇。然后英文很多，日文很多字都假借英文，这个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些英文字，其实日文有的是从英文来过去，这我也还觉得蛮妙的。好，怎么讲到这里？对不起。我想要唱一首歌，是专辑里面的一首中文歌，叫做《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上我》，爱我。这名字很长，然后因为不想要把它歌名缩短。如果有去过东海岸，有去过东海岸吗？有去过基隆。哇，那还有蛮多人没去过的。现在去也很好，因为你现在随时去都还有很多很漂亮、很原始的风景。但是这几年东海岸其实一点都不平静，很多政府跟财团的合作的 BOT 案都开始在偷偷的进行中，默默的进行中。很多当地，因为大部分都是阿美族、华东地区，还有一些不太知道政府怎么去进行这样的状态。很多原住民的保留地就这样变成BOT 开发的首选的地。你们现在要去海景第一排都不用钱，没人收你1毛钱，很漂亮。但是如果有一天它像垦丁一样，全部都被 BOT 给财团了，你要去那边看海景第一排，不好意思，饭店一间房间8000、1万起跳，不一样的。而且钱也不是被当地人赚走，钱都被财团赚去了。我不知道人类寻求发展的模式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种，但我觉得是不是有别的方法，可以让这样美丽的环境可以永远的保持下去，然后可以给更多人分享。每天我们都在当地人每天喊汪汪土地，喊了好久了，很累了，可是不知道这个声音到底多少人有共鸣。
后来换一个说法，我觉得用这样分享的方法，如果有一天需要你来支持一起保护东海岸，然后反对 BOT 这样的方式，就不晓得大家愿不愿意帮一个忙这样。然后原住民都是分享的族群，我们都觉得土地是属于土地的，人只不过是这土地上的一部分而已。到东海岸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还有很可爱的原住民，很多特殊的人文风情，也是等着大家一起去感受。这是我的感觉啊。好，那就唱这首歌，不用太沉重，因为这首歌听起来很舒服。这首歌歌名太长，别在多人的土地上，世界说着你爱我。可是从来没有过关系，不知以后有谁来问候，分了太多不想问，由我来保守。别在独揽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海风吹，树叶摇说，歌声从来没有快乐许多。不知以后有谁的问候，分了太多不想由我来保守。别在独揽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别在独揽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
如果有看过这首歌 MV 的朋友，就是这首歌的女主角很漂亮。这首歌的女主角是水獭，听过水獭没有？没关系，听过鼠蜜就好。没有，很开心，就是这么具有社会议题的歌词。然后学堂的经纪人阿莎姐还有学堂居然愿意来帮忙拍这首歌的 MV， 歌的 MV 也都是在都兰拍的。学堂第一次到都兰，他傻眼，天气太阳大到要命，然后马上下午就下雷阵雨。他那天去的天气还蛮诡异的，然后才刚到啊，因为他有几个镜头都是要躺的，从躺病床再躺车子，然后再躺马路一样。他就问导演说：“这个 MV 他没有站着的戏，因为学长很高，大概是有到他的肩膀，很高，真的是模特儿。好啦。”他在里面不是演我女主角，因为他太高了，我要亲他，所以没办法当女朋友。然后也有一首歌也是从我的家乡开始写，突然很想要唱这首歌，也是一样，来自同仁乐团的《我在那边唱》。